太快了也不行，走慢一点。
什么鸟？为你这样了什么他比咱吧？什么啦他比咱吧？什么啦啦？什么啦他比咱吧？什么啦啦？
好了。哦，一重手刚刚放另外一边了，我再调那个机器，因为另外一个机器在开，我也不查这个这次用那个电影色彩试一下，应该颜色比较淡。
起的那个说了，头发不选中有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我们养的心嘛个说了，那张皮肉扎心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那的个说了，今天这些大几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阳晴的中中上个说了，中半年的两兄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个说了，几说了。下雨了。我干啥了？等着路上你莫急说了，干啥了？急说了，干啥了？急说了，得走长板的哟，干啥了？长板看着扎西急说了，干啥了？急说了，干啥了？急说了。天天做有个啥了，老些年的当也几啥了，干啥了，几啥了，干啥了，几啥了，天天装的现的干啥了，现在的那里有几啥了，干啥了，几啥了，干啥了，几啥了。我做相片的时候，今天也没有骑东西跟他跑，我用了长焦，就站在一个位置。
当你给就你，记得做，当你给就你，记得做呀。哎，龙母来了，8点半。好的，好的吗？好的。反正网络正常的，是多多啊，正常的。我按一下啊。有点反常的声。
đã na ta nè là thô biến thô bị si ta là si mo chia ta chuyện gì là thô đi thô bị de paso se ni thô bị de paso se ni chân ta cái không tự đi chân thong đi cầm na su yang một bao giờ tu se đi sống một tí một bao se đi đã na na nè là thô biến thô bị si ta là si mo khá đi sen cam làm đêm biến thô bị de paso se ni thô bị de paso se ni thô bị de paso se ni Visu Gujo五零杠4倍啊，5零杠4倍，哦，50杠4， 4倍的，我拉很住。小了。但是你这个银它要差一点儿。我准备换一个噻换一个放大点的。哦，换个液压的。这个也相当于液压的，啊太小了。你这有液压吗？太小了，不过你因为你这个机器有点大。机器。像我的机器就可以。我有个700的。但是我这个不能换镜头，这个可以换镜头巴适。
子买下来好多钱？ 4.3万，4万。就是男的才，男的拿，出门很不方便。哦，现在降价了，平常。有降了。如果说是平常的话，这边人多赔效果不好，你根本就赔不到，赔不全。今天人少，你看昨天这儿的赔的人好多哟，在里头，都给你挡到的，你在那儿赔，他就给你穿过来了。舍得投资嘛？啊？我过去耍的，啊？过去耍的。不晓得啊，我说你是舍得投资噻。哦。4万多买来的机器，看嘛。单反就10万多，哦，单反哈。都20万的。差不多，烧钱噻，这都是烧钱嘛，爱好的嘛，没得办法。欧姆跳得好，你注意拍他的细节。欧姆都做照片拍太多了。啊，哦，拍的太多了。都不想拍他了。你经常在那儿拍吗？你经常在那儿拍吗？拍了好了几个月了。拍了几个月啊？很久。哦，拍了很久。那你是经常还是经常来嘎？每天都来。每天都来啊？昨天我没看到你，前天没看到你。每天都来。来了的啊？哦，我没注意，那你没拿这他拍个机器？就找我们开始拍。他开始跳的慢慢学，他跳的越跳越好了。我这儿呢来的少，但是呢，我是太多了，要么是罗马跳拍了之后在那边来一样的。罗马不当拍的嘛？要拍啊，咋拍啊？都拍啊，都可以拍啊。他喊你要钱的嘛？没有啊，哪拍钱？没哎呀，给。我这次去拍他喊我要钱，找我哦要钱。，没有。哦，我从来没要过钱。哦，我就没赔。我不想赔。他们说你要给500块钱嘛？哦，500块钱。没找他要。你没理他是吧？没找，问都没问。就那个眼镜儿，瘦瘦的那个眼镜儿。多吉嘛。哦，还晓得叫啥子？多吉，是。你是叫啥子？我们下左岭嘛。你的网名叫啥子？我没在国内。啊？没在国内了。哦，你没在。有时候在抖音里面也在弄，只是很少。抖音里面叫啥子？小李。啊？小李说。田丽娟的可以啊，你看田丽娟，喜欢跳的田丽娟的可以。哪个刘娟是哪个？刘娟啊，刘娟。刘娟。啊，他是老师。老师。跳得很好。在这儿跳吗？在西面桥那边。西面桥。西面桥下，药房，在剧组房门口。他是跳啥子的？跳歌装的。也是跳歌装的啊？对，非常火。哦，那边我没去过。他跳得非常好，是不是啊？跳得非常好，都喜欢跳他的。在西面桥啥子地方啊？就西面桥的口子上，里院后门有个那个外国留学生宿舍那个门儿，那儿一看没个德剧组房，有个药房门口。哦，不晓得，我那儿没去过。那个可以，那边他现在我们抽不开身的。哦。经常在外面跑啊？没有，陪你耍的主要是陪那边吧，高升桥的、罗毛的、个景外噻。哦。看我不能动镜头，你一直在动的话也不好啊。你们看的话应该头晕了。我没有跟着他们走路拍，今天我没有007用的对那个杨波在直播用的很累，现在我用的长焦，就在中间就不用动，直接放大缩小就完了。
还不行，太小了，一点不顺畅。王考说你那个应该要换一个，就是操作的时候左右转的时候有点卡一卡的，一点不流畅的。好，现在卡了，又卡了吗？又卡了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啊。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真的。我们之前我是用的背心嘛，卡了吗？有卡了一点点。哎，你说我重新关了，重新来。路东，扛起包那座，咱不必浪费人我你。一直路线把只难的，不考虑线垃圾知道。阳光刚刚起拍了错。这大梦就可放来听，放一边没多差错过，不多嘛曾个有龙井。阳路灯。几本做，老样个把家里难过，满足比本就你，曾个就努力。现在用1080都有点卡。阳路灯刚起把那做，他自己不做当然没有。管他有没有收益啊，没零收益都存在，我又不是就赚钱。这个赚钱的话，就干那些的话，是不是啊？他们还是看演员。他说的一些，如果是实际上，他这照片还不一样，我觉得。印象深的就看嘛，我觉得挺差不多。他怎么想这镜头也是索尼的哇。这个10多公里我没想买，这个996有点卡了。是个变焦镜头是吧？没有配定焦吧？我说你这机器没有配定焦是吧？定焦我基本都定焦，基本都定焦。你这是变焦吗？哦。我上次我想来想去想买个这个，但是不方便，实在不方便。看那个场合嘛，看场合。哦。这种场合就比较实用。这个是我上这种场会，我不经常来。哦，我3年来，我来几个月了。来几个月了，嘎。对。其实我来，我是3年前我就到这儿来了。哦，那还没开始呢。哦，那个时候我是偶尔来的。那去年子也来，疫情，陪了2次我就没来。每年都来了几次。我没跳，我才去年才开始。我去年时候我在这儿也给他们做了好几期视频。说他们不一定，他们自己都做了，是吧？是的，他们粉丝很多。他们自己都是通过那个抖音平台，都在那自己直播啊。对。我们嘛就耍嘛。
嘛这个地方，还有境外大赛也可以。境外大赛，全国那边可以票，全国那边。天宫那边也多嘎。嗯。哎，不想走，太远了，走过去也累人。不远。我忘了重新练了，重新馆开了重新练了。你也在直播啊？不是，我好像说他们呢把服装穿起，跳出来呢有那个效果。不用一定可以超热嘛。哦，热，但是跳出的效果不一样。昨天晚上你来了对吧？你在这儿拍呢？我走了拍的，哦，没用这个机器吧？没有用单反，A1，小点点，我用稳定器。我忘了把那个用了飞行模式，重新练完了，然后重新开的，应该好一点点。为什么突然第一天看了，重新练应该忘了应该好一些。对啊，应该重新练，重新把网络断开，应该好一点点。今天永吉本来就是主要是拉错，要服装都准备好了的，定做的。这个云台不行，太卡了。所以我不辛苦，我拍那个一点都不辛苦。特别是我一天长焦动都没动，根本就不辛苦。之前有稳定器有减压的那个背心嘛，根本就不一点都不累。跳舞这个没有跳的。
最好还认真的，还有5也可以，有几嘛，然后就阿错嘛，还有杨顺嘛，公母嘛，这几个。他们之前那个排练应该是就跟那个国际珠宝那个类似，赞助嘛，也不是赞助，就是一个友情演出的这种。哎，跳起来吗？有雨就砸到我身上。就是你啊！啊，我就记得这2天你牵着牵了个狗狗来的。啊，今天没牵，他给他洗澡。这两带的，你设备带的太多了，都带齐了。我本来想2个一起拍的。啊，我们2个一起拍，但是忙不过来。哦。直播，是3个技术，2个单反，2个镜头。整不过来，又下雨了。哎，下雨了，下不了大。打白雨，几分钟。那下雨了，大雨天。大雨天，有伞，应该有伞。干个手了，这大雨天了，妈也是。这个放雨的，又没下大没影响。舍不得，像这种新机器我真舍不得。妈妈，你出去了，大雨天了，大雨天要下雨了。下不起来，这雨下不起来，你下不下来？那下一会儿。这个平台不行，这个又要买又要投资买个平台，三脚架还将就吧。之前那个三脚架碳纤维的，但是质量不行，退掉了，这要重新买的。转的时候它那个卡一卡，一点不顺畅。去买那个神专直营店推荐的那个1级的 K5S， 专门有卖的，专门
正法说南农有一点的送气的球，前话说城市方面也地把用一送，也地把用一送，这是你这是你这是想说一口就说这是笑。正大道路有些呀，民主开进的胸，下瓦三十八那呀，地把用的一送，呀地把用一送，这一说这当兵了，那中央主席。既然这样子弄出来，你还是弄一个那种小伞。哦，我带了3辆，我车停那儿的。哦，车停那儿的。没拿起来，在车上。哎，这儿去了，这下不了车。影响。设备打了雨划不来。没得事，按照进头的都放水，只这种机制，这个跟要0.2亿的没事，随便你。整了那么大个蓄电池。还有几个，我那个充电手机。哦，你说是充手机哈？哎。你这电池用得到几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这个有5、6个小时了。用了那么长时间？嗯。我那电池最多3个小时，说的是5个小时，根本用不到。有长有大的，还有11、12小时都有。这超级才2块。我也想去买个脚架，我那个脚架也不好，贴得很。那么不平着的马路嘎出去这送，嘎那西来罗没得几个的这个开送，得几个的开送。人呀，我一直讲这穷的难弄中穷，上主说弄鸡蛋人的节日都着送，我的节日都着送，你这是想做一个就说这是说。人拉小一家在小雨来路正中穷，三小龙体在南北西来都跟着送，北西来都着有一款送，索尼，北西来都着送，手柄遥控，有都有。下到了。你也买的有吗？有。效果好不好？啊，一般就自撇的可以，一般小微型可以。我有几次想买，但它那个还不贵，几百块钱就能搞定。但是我就估计可能效果一般。这小的卡片就比较适合。哦。大款的一般不行，都不用。这次这个628，这个也在上面卖得好得很。我也想买，后来我没买，算了。收了。这下不下来？下不下来了？赶快收吧。星期3来不来？我每天都来了。每天都来了，我准备星期3再来了。明天来了吗？啊？他们都走了。我也走了。差不多，你打算了？也随便看，我来给你看吧。
台好用，这个云台不太行，云台不好用的，不好用，别的云台，换一个一定要换一个，换个液压的。我都要去买个液压的，我也准备。这个液压的还有点贵，买下来可能其实也不算很贵，1000多。反正1000嘛，至少。哦。云台它配一个架子，它那个架子一般。三脚架一般好点就可以了。哦。有点涩，有点涩，可能你用惯了。我都没用惯。啊。他们让我换。哦。升级啊。哦，升个级嘛。反正都是烧钱。哎，那天晚上好像你在说是跑到那个就是体育馆去培训，这个盖不到。他那怎么样嘛？他们那儿？啥怎么样？就是体育馆的那个人气。耍的都把山超了出去的。那边灯光都没得。灯光都没得啊？那没得意思的。哦，你也去了那点嘛？哦，主要是去跳耍的。跳一耍哈。练习哈。小不了那个主要是就那么大，就那么大。我那个他预告的是雷阵雨嘛？小不了。哦，1个小时，要下1个小时。我那个 F-X6 A1 的话就随便你。啊？我说 A1 的话随便你 ，A1 的话随便搞都没事儿。这个X6它那个到处都是演员，你要到处都演员。你在网上给他们摆说说。对，聊天儿。在网上聊天。我用那个盖子把它遮一下。把那个机器遮一下，只是把机器遮一下，人随便淋了还凉快的，非常凉快。镜头都不怕，不怕雨，不怕淋，不怕雪都不怕。这只是主机，就是机器。没带给他洗澡，他娃娃也给他洗澡，没带。我们来这几条钟就开始了，我们干嘛来？下水的干嘛？要下。他说要到青阳公园那边，比如说那边可能在新山那边。啊，对啊，要下雨。他们叫我们去不？应该要去吧？应该要去吧？我今天没拿伞，他们这边都拿去了的。是吧？就是我家这样去，好像，然后把他的这个稳定器都带上，然后他开的你耍不耍无人机的？耍的呀。也在耍吗？飞不飞嘛？飞出去耍的很少，我那边在哪儿飞？我们城市都不能飞。不，这些地方都不能飞。我没有飞过的，我飞过的。这个地方不能飞。你飞一点是没下。因为上次不是最近这儿还登记吗？大运会。大运会去年的噻。是啊。飞要飞一样的没了。他那个派出所管嘛，派出所那儿管的嘛。你飞太远了，哪手里嘛，哪个就看到你嘛。就怕有人举报。举报你照远点噻。你不要在旁边噻，你照远点，真认不到的，哪晓得哟？我很想来飞，但是我不敢飞。那天我看到有一个无人机在那儿飞，哎呦！可以飞，它飞一点都可以，没得事，没哪管。我不飞高嘛，飞个8米、10米嘛。哎。哦，就可以。当然不惹事儿，这个东西惹事儿的。一般你问你租一个。啊？租了之后还了就是了。那起啥作用呢？学了就完了噻。有还是无人机飞的太少了，没啥用的。我都是出去飞，到现在
上去飞。我大家都觉得皮太少了。我啥子跑到九寨沟去都飞不成，不能飞。不是，主要是你隔远点儿，那没哪管你。你在酒店那些地方没了，没了。现在你晓不晓得，禁飞区里面它有很多枪，它直接打了，它把信号一发出去以后哈，这就10年了，10年飞机自动掉下来，好多。那天我在那儿买红旗那个地方去，我就看到一个可能年龄比我再还大一点，他被打下来两个。妈呀，在黄河上面飞也被打下来了。这个枪很简单呀，几万块钱一次，他就是把那个信号往那个禁飞区里面放，一放那个你这个飞机只要一起飞，它的信号全部被屏，一屏蔽那个飞机就乱飞，不行就掉下来，直接就给你掉下来。那天他是打下来了，他跑起来又来换，又来买飞机。他们说啥子呢？他们洗完之后洗到我啥东西，马上也不到。我就买了之后一没得必要买，我就做。我去年年底买的，我观察了很长时间。结果后来我去年是年底下手，结果到现在我才飞了不到2个小时，也是不到2个小时。我到4、5年才去飞了一趟，最近又到那个黑水去飞了。金川这个地方也好飞，那个梨花田还非常难游。好贵的时间哦，你飞个少1天万少飞。晚上飞太危险了，他没得地藏的嘛，晚上。买好点的专业一点的。我买的是1.3的嘛。1.3啊。哦。1万多。这用的一瓶真的还少了。是，它不像相机，不像摄像机个，随时都可以摸出来整。它那个东西必须要看在哪个地方。你看这会儿不下了，还下毛毛雨，还在下，1.2。这个机身它是边人太多了。有点重啊，你这个机身有点重。不重，跟 A1差不多，重了120克。哦，轻得很。我那个700的就轻。哦。我这个600将近800克吧，将近800克左右，很轻。800克。嗯。哦。 A1都才670多。我这是换个头的，你换头是最好的了。这个是才出来一年的嘛。新机器哈。嗯。你也是舍得投资这东西啊？爱好是吧？爱好就是。没搞过这个专业吧？没有。没搞过哈。肯定，他们那个下雨根本就不得难不到他们，他们每天都要跳。下雨下雪都要跳。你很少去陪吧？没有，我才陪几个月，我跑那儿才知道。我在马边去陪过。就在给我阿爸做那边陪嘛。啊。景区里面呢，说实在的，带上单反，带上那个无人机，配到起拍出来过后，做视频效果只有能巴适了。自己看老板做。对啊，他要办，他灯都关了。买下了狗，你还长狗，买上了，买下。你是用的是自动背平衡吗？还是用的手动的？啊，手动的呀。你这背平衡调的还可以。
卡一卡的，动力是要卡一卡的。啊，一卡一卡的，液压的就不存在，真的很顺滑。拉丑，拉稀。来买一个，你买。属于专业性的。下了。拍完了，你把素材都导在电脑上，不然的话总不完。才拿回去头，他们说话太多了，没搞，不是说话太多了，他们直播，太。这人少，走了很多了，走了很多。刚刚下雨，感觉要下，但现在不下了。本来我觉得就不可能下了。车上伞都没拿，哦，来了，没带伞，拿回去了。哎，死了！死了！死了！我那个打击拿走了，藏起来，没事儿。他们家罗马搞了也跑到别边位。
上去不去了？现在打不开，等一下我看一下。他那两头是在旁边的，我是可以打这个对，也不好说的，认真的。爸，给他爸都没有。又卡了吗？做完了。回之玩意飘不飘嘛？呀，回之玩意。这飘不飘？750，只有750那个票，750来，我发给了，手机我发给了，我发给你了。750来，蹦迪10分钟。那个刘娟那个嘛，刘娟那个。你来。发了一个。啊，谢谢你啊。哇，这个风好舒服，好舒服啊！哇塞，凉快。哇，这是康的吹这，这个可以不吹了。刮了。妈，你多说，我给你走了，不进俺就。呀，
结束。开玩笑，哎，太开心了。欢迎下次光临。下次光临。不要生气，开心。他突然间选择才1个小时是1个小时3分钟。现在好多人了？现在被关了，掉了很多次，卡了很多次被关了。本来我现在没他提了去照去跑，我的脑袋。今天不想了，已经。才2块噻。是吧？上车了。 2号2块哟。你明天要来吗？不一定都来。不一定都来。我准备星期3来了。我就喜欢他那个后面那一期，叫做康巴。好2块哟，他们还要调。他那个转头拍都拍不到。啊，院长，什么？哈哈哈哈。